大比咸菜美味上肠，大比咸菜美味上肠。拿烂就爱拿扁啦，拄啊总干事有讲，安尼整个咸度吼才会平均。哦，有人写，咱即马采收起来吼，伊即个挂菜吼，看野丝啦，看野丝来讲有芳，有芳啊，即马盐吼，你若敢若压落吼，伊可能袂芳食袂着。啊，一方面透过着烂咸菜的过程吼，甲盐分吼烂做盐水，吼啊食入去芳内底，互咱的肠胃啊、肠丝吼变。负担啊，迄边阮的迄个精米中心了，要来办一个阮农会即个100年的活动啦。吼啊，迄天阮也拄好，阮哋最近有做迄个白米的精米机，吼啊，就嘛是伫迄天要做揭牌的动作，啊，搁迄天嘛有要举行着农民节的表扬啊。10月2日即天呢，农会呢，尤其咱要来推广吼，咱的咸菜甲油米啦吼，啊，尤其咱农会吼用足侪心啊嘛，离投入足侪人力甲金钱吼，啊，伫即个葡萄嘛吼，葡萄结电迄个厂吼，即马即个白米啦吼，白米连白米的机械吼，已经都全部就绪完成了啦吼，啊，已经马上生产出这个白米，啊，所以伫这2日即天呢，就是要来推广咱大比的特产安尼啦吼，即个咸菜加白米啦，哦，尤其咱大比乡是白米上大的产区啦，吼，啊，真正讲，咱这个米嘛是真正若伫云林县目前嘛算上稳定、品质上好的一个品牌啦，吼，啊，尤其咱这个生产中国这个产地呢，这个米做这个部分吼，这个咸菜嘛是拢算讲全世上济啦，啊，品质上稳定，啊嘛，互阮地方吼带来吼真济讲就业啦吼，创造真济就业的工作环境，啊嘛，互农民呢伫这生活上改善了非常济，啊，希望各位呢会当伫这个10月2日呢大家呢小少来咱大比乡来甲咱参加这个咱这个活动。